好来，乡亲继续要来关心的是，新北市的疫情也是严重，今仔日增加到265例确诊的个案。昨来传出讲，新北市的土城有一间安养中心爆发到群聚的感染。今仔日伫咧中和，阁有一间印刷厂传出到移工群聚的感染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刷落来要安怎来因应呢？来听伊安怎讲。新北市没有这个本钱，新北市完全没有这个本钱。 可以看到疫情目前是舒缓的，现在是在对抗当中。我们如果低度活动不再往下拉的低度活动的话，我们疫情很快就会往上拉。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，这几件事真的很重要，真正有够重要的，避免跨家庭的感染，这是咱第一宗最严重的第一宗，避免跨家庭的感染。所以不要去探亲，不要拜访朋友。 不要参戏，不要忌讳。这段时间端午节嘛要到啊，所以亲戚朋友要走来走去，卖个做伙吃饭。在未来这2星期是相重要的关键。所以这2个星期里面，又逢过节，视讯代替面对面的问候。那今天也有发生一件事，我特别还是要提醒一下哈。 因为移工确诊，那这当中一个传了8个，筛出来是8个。虽然这57个里面有49个是阴性，但是这里面我要提醒，移工防疫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雇主也有责任。所以公司里面只要有人确诊，要赶快进行工厂跟宿舍的清消。 安排其他员工筛检、居家隔离，这一定爱做。那雇主如果没有办法安排移工居家隔离，市政府会当协助转介到防疫隔离的宿舍，这大概到顶来。但是雇主如果没有妥善安排移工居家隔离，就付就可以罚6万到30万以下的罚款，而且把它废止。为什么我非常注意移工？因为这段时间。 群聚除了长照机构以外，很多的移工这一个大块是群聚，所以这个群聚的现象一定要完全的堵住。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再三的提醒大家，一定不管你是住宿型的长照机构，或者是外籍移工住宿型的宿舍，只要有宿舍的群聚，一定要严格管理。我也要在这里呼吁所有市民在重热里的。 赶快去快筛，赶快去快筛，它的风险度比较高，所以像今天我去看了板桥江翠的快筛站，为什么我提供可以停车，可以骑摩托车到了这个地方来快筛，也就方便重热里附近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，甚至其他的地方的重热里的市民朋友们，可以到这个广筛站来做快筛。